让我去看看头等舱吃啥个饭。还拿了困觉？没。都夜饭不吃个？夜饭准备吃了呀。还没吃，阿拉已经吃了呀。我困觉个，适宜的。那个身材伸得老实个，不能介一轻。哦哟，会得比个比阴茎高。牛肉。这个一摊老不是啊？我知道。橙汁、葡萄酒，享受人生。那现在是打了红房子嘛？还是淮海路高头个红房子？弄个纸的来了。的牛肉饭请慢用啊。有个饭还要隔3好了，侬慢慢叫吃啊，我过去了啊，拜拜。哎，小伟，荔枝一线，属于我个世界一单子，整12个钟头，欧欧四海3间酒楼，才像落子鱼高一个称身一样，从地里向抽出来。头等舱已经鲜花起着。Hello， 你晓得的哈？还发开出来呢？哎，侬会得用了吧？侬研究出来了不啦？我结束了，我现在没网络谁像失踪者晓得？WiFi一连上去，我就挖过来的。郁金香瓦锅袋子啊，闻闻有没有花的芬芳？闻到了。我怎么没有闻到啊？感应到了。你想保电话呀，侬？我能巧能生的呢，非洲那哈种自媒体呢。Hello， 后来所以到我机场那铺子了说个了，三个像中国个长途汽车个的，那浦东机场、三山机场多少翻比的。那个才是民主国家的特点，不人其用，那来历史上得不得了。我觉着你那个头毛已经成个大鱼干，把你搞到大鱼金海干，脑子面棋子。哦哟，幸亏的眼睛喊，视力不还是大鱼看清了，啊啦，这个玻璃慢慢跨盖，哎呦，乖乖。180度。哎呦，这个门我看见了哈来西，这是风车王国特色。再回头看一眼，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，不晓得个档次稍微龙楼天高。现在去乘后来大巴车站，不晓得也是金龙啊，去弄箱子包脱。外国人的人工就居了，啥人来当那包嘞？但这他这还认命着，你后头也该不得该噻？你肯定怕你带他。那个才是你住个旅馆啊，看上去像招待所啊。旁边是一个建筑工地，不晓得夜里也臭啊哈。上电梯车 ，Hello。哎呀，我现在气得不得了，快点那房卡来得了，郁金香王国的豪华套房来了。小红书